伍鵬至馬房嗰隻5歲嘅有型人，今季先得53分起步，點知第一次喺沙田跑1400米4班賽就嚇你一跳。嗰日條別跑道啲馬仔都黐住欄邊跑，佢就醒醒目目喺11檔起步都攝到第2搭嘅好位。前面啲馬開推步咁快，佢喺最後400米都仲咬住人哋得半個馬位，一發力衝啊衝！雖然何澤堯條仔盡晒力，最後200米都頂唔住勁沙塵呢隻咁勁嘅馬，輸咗個鼻尖攞第2。你咪睇佢攞第2好似唔巴閉咁，嗰日啲地係好地至快地，佢竟然可以喺1分21秒33跑完，最後400米仲做出23秒25嘅時間，快過標準時間足足9個馬位。你知唔知咩概念？同日另一場4班同埋3班嘅1400米，分別慢佢3線同8線啊！喺咁嘅快步速之下，佢仲可以跑成咁，真係要俾個例。不過隻馬仔都幾曳，賽後報告話佢喺前面同中間嗰段黐住領頭馬嚟跑嗰陣扯住個口，跑完仲要驗尿，睇下有冇食過乜嘢好嘢。講開嗰日啲新聞，就話廖康銘條友仔勁到爆，先同艾少禮夾咗隻勁沙塵贏咗第5場，啲人嘅心頭好，跟住第6場又同巴道爆咗隻66倍嘅大冷門，有你有我，攞埋個練馬師獎杯，仲包辦埋孖寶。巴道嗰晚都唔弱，騎埋羅富全隻美神來同埋葉楚航隻勇冠群英，總共贏咗3場。艾少禮同黃寶妮都各自贏咗2場，沈集成又係贏咗2場。嗰日開齋嘅練馬師仲有何言，騎師就有希威森、希斯、黎超星同潘頓就繼續保持住季季有馬贏嘅好勢頭。總之呢隻5歲嘅紐西蘭仔睇嚟今季狀態唔錯，喺唔使加分嘅情況下，伍鵬志應該會好好把握機會幫佢贏翻場。下次如果遇到啲慢步速，佢又可以守到好位嘅賽事，真係要特別留意。如果你覺得呢啲料有用嘅話，記得訂閱同埋推介下。呢場掟出去衝嗰啲人唔係好好追喎。方嘉柏馬房嗰隻4歲嘅平凡騎士，今季82分起步，第一場就喺跑馬地跑1650米2班賽，仲要抽到個靚到冇朋友嘅一檔。起步之後順順利利咁攝到第2搭前邊啲嘅好位，場地都係快地，前面啲馬又係咁衝，佢喺最後400米都係落後個半個馬位左右，一發力就追上去。班德禮條仔喺最後200米頂住隻太陽勇士，最後竟然喺1分38秒26嘅時間贏咗，最後400米嘅時間係23秒15。你又咪睇佢贏一場好似好簡單咁，嗰晚啲賽事步速都係正常，但係佢竟然快過標準時間足足10個馬位。誇張啲講，仲快過同日另一場3班1650米17個馬位啊！喺咁嘅步速之下，佢仲可以贏到，真係堅料。不過同上面嗰隻一樣，跑完都要捉去驗尿。嗰晚啲新聞就話方嘉柏擺明車馬要攞練馬師王，第7場跑完已經提早封王，點知第8場佢再憑平凡騎士贏多場，全日贏咗4場咁多。至於騎師王就俾咗田泰安，佢攞咗30分。總結嚟講呢隻4歲嘅英國仔今季開始成熟，啱啱開始跑就贏咗，證明佢質素唔錯。加咗7分都唔驚，方嘉柏咁醒，實會喺之後嘅賽事幫佢攞多啲頭馬。如果你覺得呢啲資訊幫到你，記得訂閱同埋介紹俾你啲朋友仔啊！請注意，由於篇幅較長，以上回覆可能沒有包含圖片。如果你想查看相關圖片，請說繼續或請生成圖片。外邊一路追緊佢，咁啊佢見到大外檔嘅銀樽入邊太陽勇士接近咗啲平凡騎士贏啊，跑第2名係安瑜啊，第3名埋邊太陽勇士，第4名中間遙遙領先啊。結果今晚方嘉柏馬房都認真厲害啦，4 win 成績啊，外邊追上嚟跑第2，咁啊都係歸福特馬房安瑜啊，第3埋邊太陽勇士，第4名係遙遙領先啊。臨尾落到大熱門啊！平凡騎士方嘉柏4 win 啊！今晚第2名啊安瑜，第3陽光勇士，第4遙遙領先。係好後開咗閘先至又做翻大熱門嘅10號嘅平凡騎士。